跟住講下 OPPO 呢個服務真係不得不令人哋嘆為觀止同埋佩服啊！即係呢個手錶咧，其實係我2022年嘅時候買，走咗過一部收期。咁呢段時間咧，佢個電池就突然之間好唔襟用，咁咪正常啦。咁我即刻 OPPO 嘅官方售後嗰度啦，就去嗰度走去申請報修啦。咁佢報修咧係東莞係所有線下嘅服務網點啊，都冇呢個 OPPO Watch 2嘅嗰個電池更換嘅，咁咪叫我寄收啦。寄過去之後，佢同我講話個電池其實都唔貴嘅，30蚊，但係因為佢同我講話個電池脹大咗，佢直接免費同我換咗個。啊，你睇下原價係幾錢？原價就59蚊，咁依家咧直接免費。呢個手錶3年啊，3年啊，佢都肯同我換啊。雖然價錢老實講，佢收我59，我一樣會俾佢，但係佢同我免費換，我真係好驚訝，為國產點讚。